阿健说要正式介绍另一半给我认识啊，你怎么没在这？瞎谈是怎样？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阿健。你好，我是阿健。下次再看我们演唱会哦。白痴！爱去看表演不约我。就路过去看一下而已。是谁说我们两个之间要没有秘密的？你白痴哎！谢谢。你要喝什么？红茶微凉去冰啊。这是你们两个的饮料。你在干嘛？学你们的啦。徐启章，干嘛？你有听过一个传说？什么传说？你现在双手抱胸，看可不可以看到你的后脚？双手抱胸，看后脚，起飞喽！你很无聊哎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说他这样看起来很可爱。这是我们高中生的梗。你不懂啊？哎，我真的很饿。那我们去买东西吃吧。走吧。不错啊，怎样？感觉你们越来越好啊。什么时候告白啊？没那么快啊，哪像你？快一点才好啊。